炮河關廟唐山營區閣添蓮花道路，台南市長黃偉綽帶領各界人士上香，感謝神明庇佑。3、2、1，請進。在地方鄉親的見證之下，正式精彩通車。這是第3條蓮花道路，全長7.8公里，其中4.9公里對原本3米拓寬到8米，新開闢路段有2.9公里。對112年4月份開工，今年4月底提前完工。把這個交通的動脈打開了之後，這個官兵的進出交通，還有物資的輸送輸運。以及這個居民的這個連外道路都非常幫助。國防部投資6.17億改善地方道路品質，讓居民真正感受到前後差別相當的大。唔但完善營區蓮花交通網絡，也同步強化農產運輸機能以及行車安全，為關廟地區發展助力新動能，創造雙贏。我們台南市在炮校遷移的時候，也協力國防部。一方面做好這個土地重劃，一方面支付國防部年初剛支付了將近97億的資金，能夠來挹注這個國防部的基金，那也能夠讓炮校的遷移能夠更順利。炮分部興建是地方當年基台重要建設，新的營區有更完善的訓練空間加現代化設施，提供優質教學環境。市府未來將持續加軍方合作，完善周邊交通以及基礎建設，兼顧各項需求加地方發展。台南新聞出版採訪報道。